讲到这个疫苗平台对昨开始开放登记，那国内民众通好使用合法的外籍移工，甲有居留证的外国人也是会当去登记的。不过，就立委认为讲，台湾还有5万外的非法移工，这寡人若准是无多做疫苗，会变做是防疫空芳。另外，移工团体也认为讲，政府应该爱办理适应移工的特色，也是重新合法，互因愿意来出面。前几天，台北万丰病院群聚感染案，其中有感染者是违法的国籍看护，失联移工恐惊加做防疫破口，阁引起关注。要安怎互这的人愿意出面？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体外认为，政府应该开放，互因特赦，也是身份国际合法。如果不能够让他们的合法继续的话，等于你否定了他所有之前的为什么逃，跟现在逃了继续贡献，所有这些都用歧视的方式来否定他，然后更不利于防疫。体外表示，目前伫台湾的失联移工略算有5万多人，虽然陆法署提供1955专线来下等等对移工宣传，移民署的扩大自行教案专案，嘛以免收容、免管制等等措施，希望失联移工来出面。但是体外认为，若是干那要照目前的就业服务法等等的规定，只要因妨抓到，就会遣返，袂当过来因头路，根本无诱因。法律上强烈的限制他转换，一旦他没有这个可能性之后，他就是遣送或离开台湾。当然，他的逃跟跑会有这样的一个加成的因素在里面。立委表示，参照欧美等国家有重新互因合法身份未处分，希望台湾政府通重新检视扩大自行教案的方案，甲这诱因加入去。陆法署是表示，法制面来讲已经有规范，嘛有管道互移工咨询，就是爱遵守对外界声音，内部阁需要谨慎评估。记者陈阿文调随采访报道。